大家好，我係大咪啊。總理 Mark Carney 最近呢喺一個新聞發佈會上邊呢就宣布咗3大嘅措施，同時 IRCC 加拿大嘅移民難民公民部呢有一個新嘅有用工具。另外仲有2025年呢俾加拿大強制驅逐出境嘅人呢有望係超過上一年創下嘅紀錄。大家又嚟估下邊個國家嘅人係俾 CBSA 驅逐得最多？大家好，歡迎大家打開 PS News。喺呢一集影片開始之前呢，大咪先邀請大家俾個讚好，俾個 like 我哋先。如果喜歡呢一集嘅內容嘅話呢，歡迎大家可以分享出去俾你嘅朋友噶。如果仲未訂閱我哋 channel 嘅朋友，歡迎你訂閱佢，記得開埋個通知啷啷，有新片新直播就會立即通知大家。做影片呢一啲都唔容易噶，所以我哋好需要每一份嘅支持力量，多謝大家。最近呢 Mark Carney 就喺一場新聞發佈會上邊宣布咗3大嘅措施啊，包括係自動報稅、全加拿大學校嘅餐飲計劃永久化，同埋延長加拿大強力通行證。關於自動報稅嘅呢一樣嘢呢，自由黨政府將會開始為一啲低收入嘅加拿大人推行一項期待已久嘅自動報稅系統。佢哋仲話呢個系統呢將會喺2024年開始為100萬嘅納稅人進行登記，到2028年呢個數字將會增加到去250萬，去到2029年呢將會係550萬低收入嘅加拿大人可以登記。而呢一件自動報稅嘅呢一件事啊，其實喺2020年呢施政演說入邊呢，前總理杜魯多領導嘅自由黨政府就已經第一次宣布咗自動報稅系統噶啦，去到2023年嘅預算案入邊先正式承諾實施呢一個嘅計劃。根據加拿大嘅法律規定啦，欠稅嘅人每年呢都必須要向加拿大稅務局咧提交納稅申報表噶。但係有好多低收入嘅加拿大人呢，尤其係嗰一啲接受政府救濟金嘅人呢，佢哋就唔認為自己係需要向聯邦政府交稅，所以咧佢哋好少去申報噶。Mark Carney 就表示話咧，嗰啲收入未達到基本個人收入額度嘅人呢，往往都冇提交到報稅表。呢個意味住咧，嗰啲最需要福利嘅人啊，冇辦法獲得呢一啲嘅福利。佢講嘅呢一啲福利咧，包括係 GST 又或者係 HST 嘅退稅、加拿大兒童福利金、加拿大工人福利金、加拿大殘疾津貼同埋殘疾稅抵免。至於全加拿大嘅學校餐飲計劃永久化呢，喺2024年嘅春季，自由黨政府已經宣布將會喺5年之內呢會撥款10億加幣，用喺資助一項全國際性嘅學校餐飲計劃。而呢一個計劃呢，每年將會為40萬嘅小朋友提供膳食嘅服務，為呢有2個仔女嘅家庭每年啊可以慳翻大概係800蚊加幣噶。而第3個措施呢，就係加拿大強力通行證。呢個通行證呢，原本喺今年12月12號就已經到期噶啦，但係 Mark Carney 就宣布將會延長到去2026年1月15號，用嚟涵蓋即將嚟到嘅假期。之後呢，仲會將佢延長到去2026年嘅夏季。嗱，呢個通行證呢，其實大咪係好中意嘅。喺2025年嘅夏天嘅時候呢，佢就出咗呢一件事啦。當我哋去加拿大嘅歷史遺跡、國家公園同埋國家海洋保護區呢，只要係加拿大國家公園局管理嘅呢一啲地方呢，就可以免費入場啦。而且如果你去露營嘅話呢，係可以減25% 嘅折扣優惠。18歲呢，可以免費入部分省級地區性博物館同埋美術館嘅，而18歲至到24歲嘅人呢，亦都可以同樣享受半價嘅優惠。17歲以下嘅小朋友呢，如果有成人陪同之下，可以坐 ViaRail 免費出行。18至到24歲呢，就可以享受25% 嘅折扣優惠。相信呢個通行證呢，係為咗吸引大家可以多啲喺加拿大嗰度旅行啊。另外大咪呢都提下大家 ，IRCC 加拿大移民難民公民部呢已經更新咗佢哋喺 online 申請入邊進到查詢嘅工具。而呢個工具呢，唔單止係申請人有用啊，如果係有意思想申請嘅人呢，亦都有用噶噃。如果你係申請人嘅話，已經申請緊等緊嘅話呢，以前永久居民又或者係公民申請嘅人呢，只能夠按住申請嘅類別嚟睇佢哋嘅平均處理時間，就唔係好針對性，亦都唔係好準確嘅。但係而家呢，佢哋新增咗呢一個工具之後呢，就可以睇到預計剩餘時間處理係有幾長啦，你嘅前邊仲有幾多人排緊隊。
同埋當前等待結果嘅總人數。另外個系統咧仲會顯示，如果而家申請嘅預計處理時間係要幾長，個系統咧係會話俾你聽預計處理嘅時間係要幾多個月，同埋你前邊係有幾多個人。嗱，呢個工具值得留意嘅地方咧，就係當查詢某一啲類型申請嘅時候咧，系統可能咧係會要求回答更加多嘅問題㗎，大家記得要小心啲填啦。而嗰啲問題咧，主要都係問你而家喺邊一度住，又或者預定你會去邊一度住嘅地點有關。去到最後咧，就要同大家講一講，今年2025年俾加拿大強制驅逐出境嘅人啊，有望係會超過上一年嘅紀錄。喺2024年呢，加拿大咧就強制驅逐咗1997個嘅印度人，佔據第2位，而墨西哥人呢就係第1位，3683人。睇翻加拿大邊境服務部 CBSA 嘅最新數據，截至2025年7月28號咧，已經係有1891個嘅印度公民被強制遣返啦，呢個數量呢僅次於墨西哥人2678個，而印度國民呢喺等待遣返嘅名單上邊呢係第1位。喺呢個等待遣返人員名單入邊，印度人係以6837個人呢係位居榜首，其次就係5170個嘅墨西哥人，同埋1734個嘅美國人。喺總計30733個嘅等待遣返人士入邊呢，有27103個人呢，佢哋係難民申請嘅人，而印度公民同樣係加拿大難民申請人數最多嘅群體嚟㗎。而隨住加拿大總理 Mark Carney 咧，目前佢表示咧計劃會加快呢個遣返嘅程序，呢一啲嘅數字可能係會繼續上升。而且佢仲講話咧，對一啲有犯罪記錄嘅外國人咧，佢哋係想重點驅逐。而家佢哋喺度制定緊計劃咧，等呢一個過程更加快，資源更加充足，追蹤更加完善。與此同時咧，加拿大嘅反移民情緒而家喺度上升緊嘅。10月10號，加拿大嘅警方咧就捉咗8個嘅印度裔男子，佢哋涉嫌咧大規模郵件盜竊，包括係信用卡同埋支票呢啲等等嘅物品啊，總共係超過300項嘅罪名。呢8個嫌疑人咧年齡係21歲至到29歲之間，其中咧有啲人咧當局係考慮緊驅唔驅逐佢哋出境㗎。就係考慮呢個字咧，就引起咗唔少網民嘅熱議。大部分人咧都覺得唔應該係考慮，犯咗事咧就應該係被自動驅逐出境噶。大家又點睇呢件事呢？留言話俾我聽。我係卡加里大咪 ，signing out。喜歡影片嘅話，歡迎大家讚好、訂閱、分享、開埋通知啷啷。我哋一有新片同埋新直播就會通知大家。多謝大家收聽收睇 PS News，我哋下次再見。